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其中启蒙读物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《三字经》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，自南宋以来就广泛流传于民间和学校，其内容涵盖了伦理道德、历史故事、学问启蒙和生活常识，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个人品德修养奠定了基础。在三字一句、朗朗上口的格式下，《三字经》将深刻的哲理通俗化，使其易于记诵，深受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喜爱。本文试图从古代和现代的视角出发，探讨《三字经》如何影响老年人、青年人和少年儿童的价值观与行为，并分析其现代意义。这样的讨论不仅能揭示《三字经》在历史中的教育作用，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将这部经典融入当代生活，进一步发挥它的文化和教育价值。第一部分，《三字经》在古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。一、老年人价值观的坚守与智慧的传递。在古代社会中，老年人被视为家庭和社会中的精神支柱，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储备者，更是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者。《三字经》对老年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《三字经》强调的孝道价值与尊长理念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高度契合。例如，首孝悌，自建文突出孝敬父母和尊重兄长的基本伦理观念，为家庭和谐提供了思想基础。老年人在家庭中以身作则，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。其次，老年人往往借助《三字经》进行家庭教育。《三字经》中的简洁语句便于记忆，内容涵盖道德规范和生活智慧，是老年人教导子孙的工具。例如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让长辈在指导孩子时，更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进一步巩固了家庭教育的地位。二、青年人修身立业的思想引导。青年时期是人生成长和价值观确立的关键阶段。古代的青年从《三字经》中汲取了大量关于修身、立业和做人处事的智慧。首先，《三字经》通过历史故事为青年提供榜样。例如，融4岁能让梨讲述孔融礼让兄长的故事，教育青年懂得谦让和尊重。这些故事以简短生动的形式呈现，激励青年效仿古贤，追求道德与行为上的完善。其次，《三字经》对学习和努力的重视为青年提供了人生指导。其有功，细无益警示人们珍惜时间，专注于自我提升。这些理念在古代科举制度下尤为重要，帮助青年通过努力实现人生的跃升。三、少年儿童启蒙教育的核心工具。《三字经》是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，其影响深远且广泛。对于少年儿童而言，《三字经》是人生学习的起点，涵盖了基础的道德规范与文化常识。首先，《三字经》以韵律化的形式呈现，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。幼儿在背诵《三字经》的过程中，自然地学习到生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，例如孝敬父母、尊重师长、爱护兄弟姊妹。其次，《三字经》中大量历史人物与故事，如香九龄、能温席，激发了儿童的学习兴趣，让他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，形成正确的行为模式。这些启蒙教育的内容深深植根于儿童的思想中，成为其成长的重要基石。第二部分，《三字经》在现代社会的影响。一、老年人文化记忆的延续与精神安慰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老年人虽然不再像古代那样肩负主要的家庭教育职责，但《三字经》对他们而言仍然具有深远意义。这部经典是许多老年人童年的共同记忆，其熟悉的韵律和内容常常能唤起对过去生活的怀念，成为情感的寄托。同时，老年人常通过诵读《三字经》与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智慧与经验。《三字经》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，让老年人能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。二、青年人价值观的重建与方向指引。现代社会节奏快速，价值观多元化，使得部分青年人感到迷茫和压力。在这种背景下，《三字经》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归的文化根基和价值坐标。例如，见人善，即思齐，纵趣远，以见机鼓励青年积极学习他人的优点，逐步提高自己。这样的劝勉语句在职场竞争与自我提升中仍具有激励意义。此外，《
三字经中对修身礼仪的重视，也帮助青年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，不忘提升道德品质。3、少年儿童文化启蒙与核心价值的塑造。在现代教育中，越来越多的家长与学校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，三字经因此被引入课堂和家庭学习中。这本经典作为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之一，能够帮助他们在成长中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。三字经中对伦理道德的描述，通过形象化的故事和简洁的语句，使儿童对抽象的道德概念有了初步认识。例如，席孟母、泽林处让孩子明白环境对于品德培养的重要性，激发了家长和教师在教育中更加注重榜样的力量。第3部分，三字经的现代意义与实践路径。1、传承文化自信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三字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能够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。让年轻一代接触三字经，既能提升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，又能促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影响。2、与现代教育结合。现代教育强调全面发展，三字经中的内容可以作为德育教育的补充。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方式，如动画、音乐和戏剧，让孩子以更轻松的方式理解这部经典的内涵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。3、促进跨文化交流。作为文化名片，三字经在国际上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。其核心价值观如尊重、努力和诚信具有普世意义，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。结论：三字经是一部穿越时代的经典，其对古代社会的启蒙与教育意义不容忽视，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同样值得重视。它影响着老年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角色，启发着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，并为少年儿童的品德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。在当前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如何让这部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，成为现代教育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课题。我们应以开放与创新的态度，结合现代需求，让三字经继续滋养一代又一代，成为连结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。